Hello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啊！我係實在地產佬波波。中山城區咧，目前賣緊嘅就5個4代宅，石岐3個，東區2個。今日帶大家嚟睇一個石岐經濟總部區御神啊！點解帶大家嚟參觀呢個項目呢？首先可以睇下成個入戶大堂啦，好似去到澳門啊嗰啲星級酒店咁樣，入邊仲靚咯。我哋一齊入去睇睇。成個項目咧，以打造一個低容積、低密度嘅舒適住宅小區，總共7棟樓，每一棟有24層高，專梯專戶。面積方面，119、153、179三個面積段嘅。地下咧就唔挖車庫啦，一樓咧就5.8米嘅挑高，一樓咧就做一個下沉式嘅會所，包括室內嘅泳池啊、會客廳啊，呢啲都有嘅。咁除咗一樓下沉式會所，2樓仲有嘅。首先我哋過嚟參觀下室內嘅泳池先啦。嗱，呢個泳池到時翻風落雨都唔使怕嘅，係嘛？你又唔使話驚太陽曬啦，落雨一樣可以喺度游下水。咁我哋再轉個彎過嚟睇睇呢個會客室。係直通車庫㗎啊！到時呢個會客室係俾到所有業主去使用嘅，成個會客室200零方度啦。嗱，過嚟睇下啲環境，你到時有朋友啊，或者係有商務接待啊，唔方便返屋企嘅，一樣係可以響呢個會所去使用嘅。OK，咁我哋上去睇睇2樓。空中花園係點先？嚟到2樓嘅空中花園咧，大家都知道我哋華南地區潮濕啊嘛。依家做咗個空中花園咧，就將潮濕呢個問題迎刃而解啦，即係將所有嘢全部搞掂晒。蚊蟲方面，咁去到依家我哋係距離下邊1樓嘅位置有6米高左右，蚊蟲都會少咗啲啦。到時呢啲綠化如果係物業打理得好嘅話，蚊蟲都少好多啦，係咪啊？嗱，我哋1樓咧呢個位置都係架空5.8米嘅，等於講你買2樓嘅位置都去到11米幾，差唔多12米嘅距離下邊路況啊。周邊咧就非常之成熟嘅啦，配套有幾間省一級學校喺呢邊，奇光實驗小啦、第一小啦、石岐中學啦、華僑中學高中部啦，呢啲步行都可以去得到嘅，係10分鐘以內啊，唔係話叫你行個幾2個鐘嘅。嗱，呢啲哇噴出嚟，好似住喺我哋廣西嗰啲深山老林入邊嘅感覺，係咪啊？當然佢收樓以後咧有冇咧呢樣嘢咧就未知噶啊。交通方面咧同樣係非常之方便嘅，我哋小區門口落去10零20米就係喜灣道嚟噶啦。喜灣道咧可以銜接到長江北路啊、北外環啊、三角快線啊，往南邊走可以接駁博愛路啊、紫馬嶺公園啊、南外環啊，同埋響項目去到最近目前直通港澳巴士嘅 Coco City 嗰個商圈嗰個巴士站，大約開車或者係打滴滴都係8分鐘就去得到㗎啦，距離係3公里多啲。喺我哋項目去到中山最大嘅集市沙江墟，行路過去10分鐘左右就可以去到啦，唔使打滴滴，都唔使揸車過去嘅。當然你話驚太陽曬啊，揸車過去都 OK 冇問題嘅。醫療方面咧，去到喜灣嘅醫務所同埋石岐嘅醫務所嘅話咧，同樣都係2公里左右就可以去得到啦。商業方面，啱先講到嘅 Coco City 啊、富日城啊，同埋金鷹廣場啊、大信，基本上坐車過去都係10蚊雞左右就可以搞掂啦。成個生活配套咧非常之完善嘅。嚟到咗我哋嘅1樓大廳啦，挑高5.8米，1樓咧就2邊分開嘅，到時會俾到業主係自己使用嘅。比如講有朋友嚟到呢度啊，唔想上樓傾嘢啊，咁呢個位置就 OK 啦。
仲有呢邊茶台啦，佢每一層一樓架空5.8米啊，都係不同類型嘅會客室嚟嘅，有運動嘅啦，有棋牌配套啦，仲有呢邊有餐台啦，即係等於講你到時可能朋友過到呢邊想話，我響下邊飲杯星巴克啊，食下啲點心就唔返屋企上邊坐啦。呢啲都冇問題嘅，第4段住宅先有嘅喎，以前嗰啲2代、3代宅係冇嘅喎。呢度咧就係2樓嘅角度嚟嘅啦。嗱，我眼前呢一片就係石岐經濟總部區嚟噶，前邊體育場嗰度，前一排蕭正楠啊同埋香港一大幫歌手過呢邊開演唱會就係響嗰度啦，隔離農商大廈啦，呢度富力中心啦。嗱，呢邊落去就係喜灣道啦，跟住地鐵站就響嗰邊啦。呢邊都有一個地鐵站嘅，過去都係好近嘅啫。呢個153個戶型，嗱呢度到時咧就可以自己攞嚟用噶啦。行入嚟睇下，7米嘅開間，查實你估下佢幾錢先？可能你會覺得佢哇會唔會係500萬啊、600萬啊？600萬嘅一半，300萬睇樓層啊！依家樓層仲有得揀嘅。呢個大橫廳嘅設計，帶大家去睇下呢間主人房先，係咪好似你香港嗰邊嗰啲嘅成間屋咁大先？嗱，呢個主人房佢實用咧就去到53個方嚟嘅。我知道查實喺香港嗰邊買個53方嘅，可能都要過千個啦。呢個私人嘅陽台啦，大床啦，呢邊大嘅衣帽間啦，3面採光啊！你簡直即係呢啲戶型嘅話咧，一般喺香港、澳門嗰邊啲朋友你就知道啦。嗱，個衞生間都大過人嘅喎，係嘛？佢總共係做咗4房3衛嘅設計，2個套間，即係長輩咧都可以有自己嘅獨立洗手間嘅。嗱，呢邊呢個位置咧就係長輩房嚟嘅啦。同樣衣帽間都係有嘅，洗手間都唔使出去屙夜尿啦，係咪啊？咁呢啲咧改善型嘅咧。優點缺點查實都擺得好明顯嘅。你響中山300個嘅預算可以買到嗰啲連排嘅別墅啊，或者係優質少少嘅嗰啲嘅小獨棟嘅自建房啦。咁呢個4代宅佢賣到呢啲價錢，查實講真嗰句啦，內地人咧就比較少買嘅。當然外地嘅朋友都唔係話當你哋係隨意嚟捉嘅。因人而異咯，咁你覺得我中意住大平層，哇！一睇過去乾乾淨淨、企企理理咁樣嘅感覺，係咪啊？咁可能有啲話，哎呀，我都係中意住別墅喎，隱私性強啲嘅喎，咁睇人咯。你對於呢個樓盤點睇？可以的實在地產佬，或者係可以上邊 call 我過嚟實地參觀考察都得嘅，大灣區。專車接送啊，睇樓免費嘅，唔使錢，call我啦。